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0月13，旧历的8月27，礼拜二。今年第16号的风台南卡、南卡，第一昨下晡形成了，会往西边刷动，未直接冲台湾来。不过今仔日到明仔载透早，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风头面的天气无稳定。气象局针对宜兰、嘉南北海岸甲大台北山区来发布着雨大雨特报。明仔载为这个昨开始的落雨上多所在是宜兰的圆山啊，累积的雨量超过369毫米，当地有不少的人家昨暝厝内底拢淹水了。气象局讲，这个雨会一直落到明仔载的透早才会较停。摕木板和沙包来挡水，宜兰的民众暗时根本无法度困，因为南卡风台外围环流加上东北风，包括圆山、三星拢落大雨，部分所在甚至淹水淹到有20公分。在宜花这些地方，基隆北海岸还是可能持续有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一些机会。那晚间以后一直到明天，其实在东南部的台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也不排除有局部大雨发生。雨一直落到24透早8点外，因为大雨，搁到5号搁151公里，搁发生车祸，造成女乘客受伤。气象局表示，南卡风台外围环流会一直影响到拜三天光。那整体来说，因为东北风影响，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，跟像是在大台北地区、基隆北海岸这些地方，都还是比较属于就是云量偏多，它可能整天不定时有一些短暂雨的机会。气象局继续对宜兰、嘉南北海岸、大台北山区发布雨特报。拜三下晡恢复到东北风影响的天气，到时北部东半部也是落雨。拜四到拜六另外有热带扰动会通过菲律宾进入南海，有可能变作风台。不过好消息是，到时离台湾真远，袂直接造成影响。